RWA 基金代幣化研討會，連接傳統與創新，開拓資產管理新領域。喺資產管理逐步數碼化嘅今日，基金代幣化 tokenization 已經成為業界熱話。今次研討會，我哋邀請咗多位業界專家一齊探討 RWA 基金代幣化。我哋好榮幸邀請到3位重量級嘉賓：任良憲先生，Yasa Global 創辦人兼集團行政總裁；陳正康先生，何偉律師行合夥人；陳滔先生，OSL 財富管理負責人。佢哋分別從基金營運、法律、科技等角度，深入分析基金代幣化嘅實際應用同未來發展。現場嘅來賓都聽到唔捨得走，個個都趁呢個黃金機會捉實啲嘉賓密針。事關佢哋話，聽完真係學到嘢，知道點用區塊鏈技術提升基金架構同營運效率。作為連續6年最佳基金行政管理人，我哋實戰經驗豐富嘅強大團隊可以支援代幣化基金，幫你把握最潮新機遇。睇完都心喐喐，想知多啲我哋嘅代幣化基金行政管理服務，唔好等啦，即刻 inbox 我哋同你1對1傾傾。